港車北上在內地上高速需要辦理咩手續？準備材料、車主資料、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、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等。機動車資料、香港車輛登記文件、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憑證、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合格證明、機動車註冊登記超過6年等。駕駛人資料，每輛車最多可備案2名駕駛人，需提供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、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有效的外國護照及簽證等出入境證件。內地機動車駕駛證準駕車型需包括所申請的機動車類型等。提交申請，香港運輸署申請。車主將準備好的材料提交給香港運輸署進行申請。港車北上系統註冊，登錄港車北上信息系統進行註冊申請。驗車與保險，註冊成功後，在香港進行車輛檢驗，並購買符合規定的保險，實行香港跨境車輛保險等效先認，可直接向香港保險公司投保。海關邊檢備案，完成驗車和買保險後，辦理內地海關和邊檢部門的備案手續。海關備案融入整體申辦流程，一般無需單獨前往海關辦事窗口領取電子牌證。完成上述流程後，領取由珠海市公安交警部門核發的電子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，預約通關。在香港運輸署網上申請平台預約通關入境時間。預約成功後，由備案駕駛人駕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進出內地。仲想了解更多北上資訊，就關注我吧。